嗱，咁首先係咩係年輪啦？年輪咧就係話當我哋劈開一棵樹入邊嘅環節，一圈一圈嗰啲咧就叫做年輪啦。咁一圈啊就代表一年啦。嗱，咁所以年輪咧就可以反映咗嗰個地區上面嘅嗰個嘅降水量啊、溫度啊、有冇發生過大火啊等等之類嘅氣候變化嘅。咁因為地球咧個氣候咧係周期性咁樣循環嘅，咁只要咧我哋係將年輪嘅數據去收集起嚟啦，同埋過去嘅呢個氣象嘅記錄進行比較，咁咧就睇得出年輪點樣係可以反映到嗰個地區上面嘅氣候啦。咁從而咧，我哋就可以推論到，即使係冇氣象記錄嘅時期，嗰個地區上面嘅氣候，咁我哋因為啦，就好似頭先我所講啦，氣候地球上面嘅氣候係週期性咁循環幾百年、幾千年循環一次嘅，咁所以我哋咧就可以去模擬到未來嘅1000年嘅氣候啦。咁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加多嘅詳細嘅內容係關於呢個年輪嘅話咧，咁大家可以 click 入去呢個嘅 Hong Kong Fully Green City 喺 Facebook 度啦，like 埋啦，唔該晒。